罢免国民党一个苗栗立委邱定军这案件第二阶段连续失败。邱定军昨日面册写讲要针对罢团负责文宣的人故意妨害名声。针对这点，罢团甲管理员詹文学就讲，这根本就是邱定军等时机成熟后进行报复。针对这点，邱定军伫澄清讲，伊早伫第二阶段送件前都已经报案，原经诉讼流程拢的时间，宣布讲这只是到伫第二阶段送件以后。 不管二阶有没有过，那这些造谣者啊，我们还是会提告啦。国民党立委邱定军被提告的对象是这届苗栗的罢免团体，其中2、3个成员，讲是针对罢免的文宣。 伫咧罢免的单位，这个黄色的牌仔顶悬写的内容，还有伫咧面册写邱定军甲苗栗县长郑东引，带20外个人来联署站威胁志刚讲，我要来看卖是谁来甲我罢免。后面就是惊到唔敢来签。对这邱定军嘛铺文背回讲，迄天是陪县长夫人去本镇龙仔会，当下罢团摕放上头呛声，伊嘛笑讲辛苦啊。随后罢团讲是咧威胁志刚，互邱定军是真不满，认为是无影无食，决定要提告。 那所提告的这个文宣内容呢，其实这些内容都已经有相关的法律的一个判决了，所以这一次他在对公民进行提告。 我想这个不成功的几率也是非常的高。邱定军要提告消息放出来的时间，拄好伫咧2阶段连署书送件无过了后，候选议员詹文学讲是秋后算消。那罢团的带头是发声明表示，因为一张罢免的标语，互邱定军委员提告妨害名誉，志刚是拢惊到害去。佮讲伊毋是无影无食，属于言论自由。邱定军是咧打压无共款的声音。我是上个礼拜就报了，我说他们办案也要时间，所以大家说。 我因为二阶没过，所以我来找他们麻烦，那其实这是完全不对的啦。邱定军讲罢免是公民权益，不过罢免的过程袂当做话，甲伊送镇龙仔会过程讲是威胁志刚，伊袂当接受，所以就报警察委任律师提出告诉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